Hello，我係1蚊2，今晚6集。非常好碰，升級叫多一飛，真係識打麻雀。贏9分，第2鋪。偏張3萬都摸到，升級叫2飛啦。來對了，贏15分，第3鋪。揾隻紅中嚟攝住4筒。好，拖個4、7索。係咯，2到9索冇理由唔自摸嘅。好正嘅嘛，贏24分，第4鋪。做7對啦，即叫即食，贏9分，睇連住嘅第5鋪。諗住碰咗佢入席就可以叫糊啊嘛。咁又衰唔晒喎。來得剛剛好。你們學飛了嗎？贏12分，最後一鋪。叫個500萬咯，即叫即食，贏個15分。